Hello， 欢迎收看《Go Go 拱哈位》，我是敏华。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里的装置艺术，哇，真的每一个都很有特色哎？那今天狗狗直击就要带您直击这些幕后工程了，也就是设计师，就是设计师喽。要直击的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哦，那就是萧庆阳，萧大师，带您看看喽。这个大型的艺术品就是设计师萧庆阳最近的创作，找来了很多艺术家特殊。这回他要把这座大型的艺术品再度带到美国火人祭去展出属于台湾的美学艺术。萧庆阳是设计师，也是艺术家。那我们要问问看哦，设计师跟艺术家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那他们的灵感来源又是哪里来呢？设计师做的作品可能可以供应到买卖销售，那艺术家呢，就是自由创作咯。有这些艺术家的特殊，让创作可以顺利完成。只是大家也很好奇，到底设计师的创作灵感从哪里来呢？萧庆阳说，生活就是灵感。像是最近的他，就爱上了修理60年代的老古董。别小看修理老铁马的工作，这可是让他创作了很多复古风的设计。那你们到底灵感来源怎么来呀？灵感来源，你蹲马桶，你在街上走，你在吃饭，随时都是。但运动的时候锻炼体力，但脑袋就可以放空，想构想，你知道吗？跑一场马拉松，如果42公里，那就可以5个钟头想很多的构想。动动您改梦想，黑做设计师，所以萧庆阳也给建议。他说，只要用心看台湾，就可以设计出独一无二的作品。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哇，今天认识了我们的大师萧庆阳老师。老师，你有在学客家话吗？要一起加油喽！当然了，我们认识了新的词，复习一遍吧。来看第一个词就是设计师，设计师，设计师。第二个呢，来看就是帮忙。特殊，特殊。第三个，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来看到这就是很多人的梦想是当设计师，动动您的梦想系做设计师，动动您的梦想系做设计师。你们都有学会了吗？要一起加油喽！我们下次见，拜拜。